国际消息来关心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伫咧天津举行。即届习近平甲罗西亚总统普京，也有印度总理莫迪见面，互看做是要做伙对抗美国影响力。那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嘛已经出发会去参加。不过乌克兰批评讲，这峰会宣言并无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术，即一届罗西亚外交的行动是失败的。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伫中国天津进行，来自20几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，大家做伙进行第2天的议程。这边峰会通过天津宣言，规划未来10年的合作战略，包括经贸、安全甲多边治理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峰会提出全球治理倡议，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。我们率先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，反对 霸权强权。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出发，准备要参加初三伫北京举行的阅兵仪式。有人看到上海组织要吸纳更加侪国际支持者的企图心。毋但是罗西亚总统普京参加峰会，就连本来甲中国有边境争议的印度总理莫迪也来参加，佮宣布恢复印中双边直航。伫美国新关系影响的时阵，中露营领袖港台展现新的合作关系。हमारे सहयोग से दोनों देशों के 2.8 बिलियन लोगों के हित जुड़े हुए हैं। इससे पूरी मानवता के कल्याण का मार्ग भी системы, которая пришла бы на смену отжившим евроцентричным и ев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им моделям。不过，天津宣言并无讲到俄战争。乌克兰外交部发声明讲，普京参加上合峰会，并无法度改变罗西亚孤立的情形。电到看到因外交行动的失败，中国也宣布会提供几60亿美金的援助加贷款，强化经济连结。专家讲，北京想要用经济来诱惑国家侪地区的支持力量，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。 印度它其实会很巧妙的会在美中这两边会有一个巧妙的一个位置。其实国际上面的一个利益，还是或者是地缘政治上面的博弈，对于印度来说，它应该是会更为小心去应对的。峰会上面通过24份合作文件，展现出对抗美国的办势。不过乌克兰警告，罗西亚又被国际孤立，这场峰会无法度安坎因的外交困境。即马大家伫咧注意的是，上合组织是毋是让真正正做改变全世界秩序的力量？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。